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田宮1:24賽車模型 Subaru Impreza WRC900。為咗方便分享，所以影片以港人為之嘅汽車公司花名稱呼掃把佬。自從砌完 NASCAR 後，產生砌車興趣，選擇砌掃把佬原因係對掃把佬情有獨鍾。細個睇電視而認識掃把佬係 Rally Racing 係數一數二嘅冠軍。講返模型，呢架模型賣點係可以安裝夜間用嘅燈。按住說明書組裝步驟講吧。組裝步驟係先結構後外殼，冇跟足說明書，純粹全黑罷了。前後啲上色方面皆盡量跟說明書，但發覺做出嚟效果唔明顯。用 steel 及跟 metal。輪胎方面原色係藍色，先上黑後上 O 高。死氣喉用 steam。roll cage 上面嘅黑色條我改用搶眼嘅黃色。說明書有窿窿，因為有張貼紙要剪，而說明書有一參考圖可供參考，於是我將參考圖剪落嚟，並重搭一齊嚟剪。嗰張貼紙貼於主駕駛凳下，儀表板方面只貼水貼而已。軚盤中間上 steam， 滅火筒上金屬紅。座位方面安全帶用貼紙，但知道有啲改件會做條帶出嚟。到後鏡唔見咗，求其整返個。C8件要上黑色，利用遮蓋貼紙輔助處理。同之前一樣有參考圖，因為要將網剪成3個不同形狀。C1 至 C3 係透明件，讓人看到車底結構。最後外殼方面，水貼方面都跟說明書咁貼。由於位置太多轉彎位，加上使用田宮水貼要有技巧，經過上次砌 NASCAR 而學識用藍綠蓋，所以今次貼水貼也不例外地使用藍綠蓋。而號碼可以選擇3或4，我就選擇4。因為 lucky number， 不過3好4又好，兩位主駕都係勁人。車頭方面可選擇加夜間燈與否，夜間燈喺真實賽車可以通用，即使後期2001年版都可以用呢款夜間燈。模型方面發覺夜間燈只有98年版附有，其他版本嘅掃把佬都冇。感想：細個睇屋企人砌車，覺得識砌車嘅模型迷好勁，原來自己都可以做到。另外，Rally 賽中第一架認識嘅賽車就係掃把佬，當係買小時回憶吧。題外話，上網睇返以前 Rally 賽，以前香港好犀利，能夠成為 Rally 賽出發站。